日帶你哋過嚟咧，廣州扶陽度假區係4A 景區啊，係一套咧法式莊園別墅啊。呢套別墅緊要啊，花園有成3000個方啊，同時可以滿足你足球場、籃球場、游泳池啊。呢個別墅咧仲要係臨湖嘅吓。好啦，馬上帶你睇完。別墅咧一共有3層嘅，一個東南向嘅戶型吓。1樓咧係2個套房3個廳嘅，2樓咧就係4個套房啊。負一層呢度咧係全部打通晒嘅，咁係廳出花園噶啦。咁你可以做健身室、KTV 室、娛樂室，咩都可以吓。入正面積咧係813方，花園有成3000方啊。而家呢個位置咧係別墅前花園位置啊。左邊呢度咧業主同你種咗一棵10幾年嘅老桂花樹噶啦，非常香啊。咁下邊呢度咧係一個幾千方嘅花園臨湖嘅。咁右邊呢度啦係一個前花園，前花園咧係可以車庫嘅。咁你哋可以做成一個大嘅停車場，停10台車都冇問題噶。別墅咧係一個無坯空置狀態啊。有中意嘅老細呢，評論區留言啊，老哥發資料俾你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